上学啦，开学啦。那我们今天最后一个组织有一个，等一下一个祷告、医治祷告的时间，也有我们的中保代祷一个见证哈。那我们请大家预备心，我们的代祷同工，我们的敬拜团，还有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你要受服侍，你要在主面前来交托祷告的，我们预备心。等一下牧师在我们祷告时间会邀请你一起来。我们先来做祷告，再来分享主的话语。现在父神，感谢你赐给我们这个美好的时刻，主日的时间，我们在这里安静来学习你的话语，你的亮光。愿圣灵来启示我们，愿圣灵来光照我们，让我们看见你的话语何等的奇妙，让我们的生命因为这样子得以转变。愿我们每一位从听从说都得着祝福。感谢祷告，奉告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弟兄姐妹，我们在8月14号我们的周年庆的时候呢，我们也一起学习了，一起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时间点，就是我们在4年后就要迎接50禧年。那一个组织我们也分享说禧年的意义特别是在犹太人他们的时间里面，这个禧年是一个祝福的年、恩典的年，也是一个赦免的年，也是一个重新开始的年。那这个礼拜我们要从这些祝福当中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所以我们在这些使命宣言当中，有其中一个点是我们要成为一个传福音的教会。我们做一点稍微回顾复习一下，我们怎么样在迎接50禧年的时候，从个人的生命转化，来成为传福音的利器，传福音的福音之光。那一天我们有一起分享说，在4年后我们要迎接50禧年，2026年。那我们要回顾上帝所示美好的基业，我们纪念了好多我们的前辈圣徒，他们怎么样奉献牺牲为我们所有的教会事工来摆上。那现在接棒到我们这一代，我们怎么样兼顾这个美好的基业，也追求一个禧年的祝福，这是我们这几年当中一起努力的。那这些努力过程当中，我们分享了一个很重要的教会的一个建造的使命宣言。那这5个点大家都耳熟能详了牧师就不重复。换句话说，这5个面向就成为一个健康的教会，一个蒙福的教会，一个为主服侍的教会，一个见证神恩典的教会所具备的条件。当然你也可以再增加，但是我们是想要邀请大家弟兄姐妹说，我们这5个方向当中，我能够参与什么？我能够被主呼召在哪一个地点服侍？可能每一个项目你都是要参与在里面。有人在某一个方面有特别的恩典在那边来服侍。那我很感谢我们的基甸牧区他们在带领祷告会的时候做了一个很漂亮的图卡让我们一起领受。那我们也制作了一个使命宣言的一个贴图放在我们的那个电梯里面就是这张贴图。那我们可以常常复习。换句话说，一直要跟大家来提醒就很重要的事一直讲。就好像我们在家里面爸爸妈妈有时候常常会重要的事情常常会提醒我们一样。其中这5个点、5个使命宣言点中，有一个是我们要成为积极传福音的教会。积极传福音的教会。哥罗西书1章28节说，我们传扬他是用诸般的智慧劝诫个人，教导个人，要把个人在基督里完完全全引到主面前。我们期待我们在迎接禧年的时候，每一个基督徒都成为一个具备各方面为主传福音的能量的基督徒。那为主传福音，你以为说我训练口才，我花出时间，那是具备的，但是还不够。重点是我们要传福音，要从个人的生命转化做开始。换句话说，你要领受或是经历到神在你身上完全的改变。这个生命的改变不是人为的，这个生命的改变不是人的一种像我们上学校一个累积一个造就学习就可以了。
这生命改变是整个观念的改变，是整个价值观的改变，是整个你看重的事情完全改变。所以我们可以这样子检讨说，传福音领人归主，关键的因素不是策略方法，也不是有多好的师资跟教材，而是因为每一个弟兄姐妹一直都经历了有效的生命转化。换句话说，以生命来影响生命，那才是最直接的，那是最直观的，也是最容易感动人的。所以，我们可以从今天的经文去经历到主耶稣给我们一个生命转化的一个教导。这教导是，耶稣所讲的跟我们人的思考都完全不一样的，或者我们的判断跟逻辑都不一样的。但是却是耶稣最看重的耶稣最看重的。第一个点，主耶稣他告诉我们，人的眼界跟见识跟神的眼界是不一样的。这个故事我们因为很熟，牧师就不复习了时间的关系。但是我们会看到一个重点是什么呢？原先是耶稣他亲自宣告，跟门徒讲说，人只要受苦难，被长老、祭司长、经学教师来弃绝，被杀害，3天后将复活。这一点对学生来讲是何等平天霹雳的事！因为我们都在研究圣经福音书的时候，知道很多学生跟随主耶稣，他们愿意跟随耶稣的教导是一点，但是他们内心其实是存在着不同的期待跟想象。但是没有人去想到说耶稣会讲这一点是什么呢？他说要被弃绝，要被害死，要3日复活。哇，这个事情怎么可以发生在我们的老师身上呢？那还得了？所以从人为的角度，这个比较喜欢出头的彼得就来劝耶稣了，说：“主啊，你不要做这种事啊！你到底要干嘛？啊，还没开始做事情就要被弃绝、被杀死，那还得了？”用他的怜悯的角度，用人的角度，用学生的角度来劝勉耶稣。所以圣经讲说是责备他的老师呢，那就很有趣了但是我们看见耶稣怎么回答，就今天我们在经文这一句这一句是在8章33节所答的。耶稣责备彼得说：“撒旦，走开！”他竟然直接就点名撒旦，那还得了？不是一个笨学生你这个搞怪的学生，没有，他是说撒旦，撒旦走开！你所想的不是上帝的想法，而是人的想法。那怎么说呢？从人情世故，彼得讲的中规中矩，对不对？而且他还独排众议，来特别责备耶稣。人性的角度没有什么好批评的，但是重点在于，主耶稣要完成一个人类历史最伟大的使命，他必须走上各个他的道路，他必须被钉十字架，他必被害死，而且他要克服这个死亡的威胁，打败撒旦的诡计，他要重新复活，他要带领这一个救赎的生命在每一个他所爱的百姓身上。所以彼得他哪里有办法去想到那么深、那么长远、那么伟大的任务呢？所以耶稣认为说，这个不是你彼得的想法，是背后这个魔鬼撒旦所做的诡计。那第一点看到了，我们人的思考角度常常用你个人很习惯的，或是你认为对的，或是你学习的一个出发点，就否定别的，那是很危险的事情。基督徒学会常常问耶稣、问主说：“主啊，这是我的想法还是你的想法？”要寻求，要求告主，而不是我们努力花了很多心血打拼的，然后说这个不是神的意思，是你自己乱想乱搞的，那还得了不只是浪费生命，
而且违背了神的旨意。第二个，得与失的关键，耶稣用这样的话来挑战我们：那想救自己生命的，反要丧失生命；那为我和福音丧失生命的，反要得着生命。这是一个很吊诡的学习法，是因为主耶稣看见我们人从自己的观点出发，当然要珍惜自己的生命啊，当然要用自己的方法啊，但是耶稣说，你如果能够超越自己，为福音和主耶稣丧失生命，就得到生命。可能有人以为说，这个生命就是一条嘛，死掉了，那怎么会还有什么事情可以做呢？其实很多人从这个生命去看见一个非常宽广的一个面向。当然，很多人愿意为生命摆上，为主耶稣摆上生命。很多人因为这样子，殉道士之血就是教会的种子，这个是没有什么好疑问的。但是一般的人，我们总不可能随便去牺牲，然后说这个是为主牺牲生命啊。其实它还包含什么呢？包含你愿意为主的福音，把自己最珍贵的部分献给主，你的时间、你的才能、你的智慧，以及你的心思意念。因为当被神所使用的时候，就是你丧失自己啊，但是是为了主得着生命，而且得到生命不只是你的生命丰盛，而是得到更多的灵魂被拯救了。那些生命的账、生命的盈余都算到你身上，这是主耶稣的逻辑。丧失跟得到，我们基督徒怎么样去破解，或是怎样去超越？第三个，跟随主是有人要跟从我，就得舍弃自己，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弟兄姐妹，这句话耳熟能详，但是舍弃自己那多难的事啊，对不对？这个世界如果很多人都愿意舍弃自己，那这个世界就没有任何的罪恶跟苦难啊。舍弃自己是人性的最大的根结点。但是耶稣说，你愿意舍弃自己，就是你把自己的思考，你把自己的这个怎样的一个掌握，交给神来掌管。跟随主的道路，就像保罗，他原先是为自己的想法去迫害基督徒，但是他当被神光照之后呢，他是说，主你要带领我做什么，我就做什么。他是一个180度的翻转，所以他是舍弃了自己，舍弃了自己的可能他的学术地位，舍弃了他自己在罗马公民的一个权势，或是在犹太人当中法利赛人的一个宗教的权威，他全部都放弃了。是这种放弃，是这种舍弃。我们也常常会引用我们华人很重要的一位属灵的领导者、牧者，就是宋尚节。宋尚节博士，我们都很喜欢听他的故事。他得到了美国最重要大学的博士，但他被神翻转之后呢，他竟然在搭轮船回到中国的太平洋，把他人一生连得都不能得到的那个学位证书丢到海里面。他是什么意思？那张学位当然可以证明一个人的成就啦，但是真正的生命是在他身上，对不对？学位丢了，表示说我所得到学位的能力还在啊，我并没有这样就丢掉了，但是我要被神所使用，而不是被那一张世上的那个权柄，或是世上的荣耀被绑住了。不简单啊，舍弃自己那么多难的事情。但是背起十字架有2个意思，十字架可能是你的软弱，你的一个痛点，或是你的缺陷，或是你的负担，或是你的苦难。但是当你背这个十字架跟随主的时候，是主帮你背了，因为主把这个苦难的十字架翻转成荣耀的十字架，拯救的十字架，医治的十字架，一个永恒生命的十字架。人所以会有苦恼，是因为
他没有办法看见这样的价值啊，所以一直活在那一个搅扰、困境、捆绑当中。那这是主耶稣的价值观，所以他最后给我们一个很重大的教导，说生命的价值到底是什么？他说，一个人就是赢得了全世界，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好像全世界就是一切人类呢所能追求最大值的嘛，但是竟然这个全世界还抵不过一条生命了，或是抵不过生命的价值。所以耶稣把一个人类看得极大无比的全世界，然后跟一个生命相比，他所做的比喻大家都很清楚。一个富人、有钱人为了他自己的仓库装不下了，所以连夜盖的大了的仓库，准备要储存他所有的财物。但是当神说今天晚上我要取你的生命的时候，他的一切的努力都化为乌有，都化为泡沫了。弟兄姐妹，讲这个很简单，但从我们的生命在翻转的过程当中，是好像在摔跤一样，一次一次的跟自己对话。神给我们这样的能力，神给我们这样圣灵的引导，让我们这个有限，我们可以说好像我们就是教不会啊，我们还是做不来啊，怎么办？我们不是说我自己多伟大，一下子就点得通了，没有那么好的学生了，是一步一步去看见神给你的价值。所以我们常常会讲说没有付不起的代价嘛，对不对？是只有看不见的价值嘛。你那个看不见的价值，你就愿意付出所有的代价去得到。那主耶稣告诉我们，那个永恒的价值就是生命的完全。感谢主，我们可以借由圣经这些翻转人物的翻转，看见主耶稣所讲这个生命的道理。圣经人物的生命转化的典范，我们如果要讲一拖拉古啦，都是从旧约一直讲到新约。那我们只是讲两三个一个翻转的一个代表，有的是君王，有的是国家的领袖、民族救星有的是普通的百姓。换句话说，一个人的生命翻转跟他的背景跟职业没什么直接的关系了，而是在神看重是非常有价值的。所以我们可以做这样的界定，说圣经中上帝所造的伟大事件，造就的伟大事件，都是从呼召人物来做生命转化开始的。也许他是一个本身就已经很有能力的，就像宋尚杰是一个博士学位的，那也是贩夫走卒一个普通的人物了。我们之前不是分享说有一个卖皮鞋的吗？他因为被神翻转传福音，然后造就了伟大的那个布道家嘛。所以个人生命的转化就会带来教会的转化。我们要追求喜莲的祝福，我们如果不从最根本最基础的地方做起，那我们怎么祈求说哇这个教会一个远景那么伟大，我们讲的天花乱坠，但是自己完全没有进步，自己完全没有改变，自己完全没有踏出新的一步，那就没有办法看见这样的改变。我们从圣经人物看见，上帝因为转化个人，也同时会转化人民，转化教会，也转化他的国家。举几个例子，第一个是从王子到牧人摩西的地位改变，也带来生命的转化。我们都知道摩西的故事，从小如果说你是幼稚园的植物学的学生，我们知道他前40年他是一个威风凛凛到处有随从保护的王子，但是他后来为了他的同胞出了力，但是不小心打死人了。没想到在这样的转折之下，他原先是想说我这种权势大概我做这种事情没什么问题啊，原来他的地位是非常脆弱的。当人要举发他的时候，他知道他心中最大的秘密就是他的百姓。他虽然是王子，但其实是犹太人的后裔所以他整个全部的权势地位完全都丢弃了，他必须要逃跑。逃跑到什么地方呢？逃跑到旷野，逃跑到他的
岳父那边，就是成为牧羊人。弟兄姐妹，这个是人的命运转化是多么的快，但是神的计划比这个更厉害。已经大概40岁，已经是大概逃到旷野去，那讲终老一生吧，能存活那就已经不得了了，对不对？但是神在造就培育一个人，王子地位没有办法伸展公义，但是在成为旷野牧人的时候，却成为民族的救星，自由带领民族得自由的英雄。我们都可以看到这些故事了哈。我们看几个图片，你就知道说哦，这个故事非常的鲜活。他在荆棘着火的时候，神临在，告诉他这个生命的转化。其实这个是一个决定呢。如果摩西觉得说，哎，我就留在这一个安稳的环境里面，已经习惯了40年了，我已经80岁了，那好好安稳，还有一大群羊哈，还有儿女成群，那多好啊！那这样终老一生吧。原来80岁才要重出江湖，那是神特别的奇妙的带领。如果没有神呼召，摩西他怎么知道有这样的任务呢？但是因为他被神翻转，神把他的位格，神把他自有拥有从开始就存在的神宣告在摩西的身上，然后把他民族的这一个命运告诉他，然后一股从王子时代所历练出来的智慧跟能力又重新回到他了。虽然摩西跟神说：“哎呀，我口才不好，我只会带羊，我不会带人，一切的条件都不是最好的。”弟兄姐妹，神就要用这种人，就是耶稣所说的嘛，就是完全的否定自己，看清自己，是完全的交托，完全的仰望。这是多么奇妙的事情！摩西在这种条件之下被神所使用，神的能力跟他同在，所以我们看到他后来带领百姓出埃及嘛，一个那么宽大的红海，摩西用那只在旷野里面做的拐杖，神的能力跟他同在的时候，用最朴实的器具做出惊天动地的事情，带领百姓平安的过了红海。第二个是，我们也看到一个在社会有钱人的改变，是撒该。他原来是讹诈人的，专门收税的，让地方的百姓、亲朋好友都恨得牙痒痒的，因为他不只是按照罗马政府在课重税，而且还加了好几层啊，自己不中饱私囊，而且这是合理的，是政府可以允许的，不是偷偷的哦，是公然的。然后他这种人财富有了，我们看到他的图片都是把他画得胖胖的，对不对？好像胖胖的才是有钱人了，加上他又矮小嘛，好了，我们看到撒该这样的改变，他知道心中没有平安，心中没有任何的喜乐，有财富又算什么？被人家讨厌，那人的价值都没了，所以他被人唾弃，但是被主所接纳。他因为得到救恩，他的整个原来的价值观也是180度翻转呢。你看他因为矮小就爬上树上，耶稣说：“你下来，撒该下来，我今夜要到你家。”这一个撒该，因为这样被耶稣所接纳之后，生命也同样得到翻转。这样的翻转，我们看到他怎么样跟耶稣回应我们看到他原来看钱如命的一个观念，他这样跟主耶稣回复他怎样跟耶稣说呢？说主啊，我要把我的财产一半分给穷人，如果我欺诈过谁，我就还他4倍。4倍那还得了？就是赔了4份，欺诈他1份，我要赔他4份。
哇，那是不得了的一个数字，连他们的法律上也没有这么样的要求啊。但是他觉得说，当我的生命得改变，钱财就不算什么，得到真正的喜乐跟平安，得到主耶稣的接纳，他的生命又回到那个荣耀、一个尊荣的地位。第三个，我们也可以很熟悉的故事，就是从给水到得水，妇人的心灵因为这样改变来得到翻转。我们知道这个故事是记在约翰福音4章这一段经文里面。这段经文的简单来说，就是耶稣他们来到了这个撒玛利亚的境内，因为在偏远的地方没有东西可以吃，所以他在中午的时候就在树下休息。那边有一口井，是这些人这个村庄的人平常来这边取水，来保持他们的那个日常的生活在中午很热，大家都躲在家里面或者在吃东西，学生也到这个街头去买东西，但是没想到有一个妇人在中午来取水，然后这个故事就这样开始了。她是一位人人讨厌的，跟撒该差不多了，她被人所厌弃的一个姐妹，她不得不中午来，因为没有人跟她讲那些刺激她的话、讨厌她的话、排斥她的话、霸凌她的话，她可以安心的拿到她所需要的水。但是她因为跟耶稣见面了，经历了，原先犹太人跟撒玛利亚人是不相往来的，而且是男生对女生。这位妇人因为这样温暖的举动，耶稣告诉她，本来是要跟她要水啊。那妇人就很奇怪，本来我就是想不要碰到人，没想到碰到你还要跟我要水，那还得了？所以他就顾左右而言他他跟耶稣讲到有关敬拜的地方啦，在撒玛利亚境内啦，或是在耶路撒冷啦，那耶稣给他一个明确的回答说，上帝是个灵，敬拜他的人必须用心灵和诚实来敬拜。你看，从聊天本来要喝水，耶稣说，我要给你的水是活水，永远不渴。哇，一段短短的对话，竟然是把整个生命的道理都完全这边显示了。不过今天的重点是，这位妇人原先只为了取简单的生命的水，但神给她自由，给她生命的活水。她因为从遇见生命的主，就从羞愧里面得自由从羞愧里面得自由。她因为遇见了弥赛亚，就从人群里面得自由。原先她是跟人群不想见面的，想要躲开他们的，没想到他被耶稣改变之后呢，圣经这样记载说，那个女人放下水罐，往镇上去，向大家说，你们来看，有一个人把我生平所做的一切事都说出来了，也许这个人就是基督吧。大家就出城去看耶稣。原先这个大家讨厌的人或是排斥的人，既然这位姐妹勇敢的跟大家说，有一个人把我生命所有的底细都拆开了，我得自由了，我不再害怕，我不再厌恶自己的生命了。大家好奇怪，大家好奇说这个人到底是谁？所以大家都去看耶稣。一个在人家看来是败坏的人，一个是社会底层的人，有5个丈夫的人，竟然他讲的话，因为他的生命被改变，一大堆人被震撼住了。所以有人是从负面翻转，反而是得到最大的宣传，对不对？然后大家去见耶稣，而且这件事情故事在4章的39节以后，他说，镇上有许多撒玛利亚人信了耶稣，因为那女人说，他把我做的事都说了出来。他只讲这样，人家是从这个妇人的生命看见说，不得了，有谁能够改变他？那么厉害，那么改变。然后大家借由这个妇人的改变，去看见耶稣，然后信了耶稣，因为耶稣所讲的跟他们所见的就是这样的切合。弟兄姐妹，一个妇女简单的取水，
竟然能够改变一个村庄的人，那是何等大美好的事！井水是人生活所需，但是从井里面看到一个美丽的天空，一个新的改变。你只是取生活所需的水吗？你愿不愿意也取了生命的水？所以我们要一起学习说，从世界的方法，用有学识、地位、财富是受人敬仰的，这是一个普通的法则。你如果是一个公司的主管，你若是一个头家，你一定是用这种方法去取人嘛，甚至学历都要想得很清楚了。但是神的逻辑是不一样，上帝的逻辑是不一样，他是用那些生命被改变的人。从圣经所有的伟大人物，大概都是不出这样子的，连耶稣的学生也一样，没有一个人是拿笔的在办公的，或是有学术地位的。但是因为他们生命被改变，经历了复活的主，他就成为能够改变世界的人。主耶稣在这段经文里面讲了一句话，给我们很多的省思了哈。他怎么说呢？他说，在这个淫乱和邪恶的时代里，淫乱和邪恶的时代里，这句话是代表一个价值观混乱，人的追求已经远离神的一个逻辑或是法则的。他这样的时代，我们在台湾也看得见啊。这个用血气的观念所看的社会地位，在知识里的宗教信仰，在自满里的自信，这些我们看他们是光鲜亮丽，但是在神来看都是不合用的啦，都不合神所使用的。我们可以看到说，为什么这个淫乱和邪恶的时代，我看到网络上有一个图卡，是一个人写的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个时代好像要有刺青，要开名车，那住在豪宅，这种人好像才被重视，但是都不管他钱从哪里来的，不管他钱从哪里来的。前2天不是一个新闻说，警察去抓到了专门拐骗人送到柬埔寨去赚那个黑心钱的一个年轻人，跟他的太太，然后被警察抓住的时候，他就住豪宅。他的停车位停了一台500-600万的玛莎拉蒂的车。我们说人怎么可以牺牲别人的生命，然后去赚取自己生命的所需，而且是炫耀呢？那这个不是一个邪恶淫乱的世代吗？在我们台湾是活生生出现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生命如果没有被改变，没被破碎，我们就不能经历复活的主，从这个老旧的生命能得着这个彰显。所以如果没有复活的大能，我们要传福音，这个福音的行动、爱心的行动就施展不开。我们长老教会初代的宣教师就是甘维林博士，他讲了一句话，在当时那个时代，他说，在台湾宣教最有效的，不是告诉人们因信称义的道理，而是基督徒爱心的行动。爱心的行动，如果你没有生命的改变，你用嘴讲了也讲不通。如果说你有能力、有钱财，好帮助别人，但是看见你的行为跟举止跟你所讲的不一样，人家信了一半，后来就不信了，是因为你生命真正的改变。所以我们常常在讲说，我们最近要推动这个幸福小组，我们不是摆出很大阵仗，说讲出一大堆道理，而是让他们感受到我们付出加倍的爱，让他们知道在主里面，我愿意为你摆上。这个爱心的行动是因为生命改变才做得来，不然的话好像在表演一样。出自内心对生命的尊重，对灵魂的价值。弟兄姐妹，我们一起要追求教会的转化，迎接喜年。但愿我们每一个人从我的生命被转化开始，生命真实遇见主，我们有确实的认罪悔改，传福音就会有说服力。因为我们的教会这个使命宣言不是一个宣教的口号，而是因为大家真正在我们的生命里面，因为翻转，我们就看见许多可能性都在我们身上产生了。耶稣的门徒被生命被改变，圣灵充满他们之后，就成为传福音的大能勇士。
很多圣经伟大人物都是被神所翻转的。愿你我持续被神所翻转。我们要做一个祷告，然后邀请我们姐妹来做见证。我们一起来做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感谢你，感谢你何等大的恩典，在圣经中看到这一些，无论是国家的英雄，或是一个普通的百姓，因为被神翻转，就成为神所使用重大的门徒，为主传福音。主啊，我们要奉你的名来祝福每一位弟兄姐妹。我们的生命被翻转，不是在我们当初信主受感动那一个时刻，而是我们时时在我们生命里面被改变，我们时时经历圣灵的同在，我们的生命一直被翻转，一直被更新。我们时时刻刻都是一个最新鲜、最被主耶稣宝血洗净的人。主啊，这样的人才是你所要使用的人。我们感谢你，我们要推动幸福小组，我们要推动我们的中保代祷，我们都是要有这一群生命翻转的人，一起来成为神的同工。感谢赞美主，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